来继续来看南投县信义乡公所一个清洁队员出勤收粪扫，结果伫咧半路弄到桥头，冲破护栏，并落30米深的桥卡，风救起来的时阵，规身躯的臭酒味，这个酒测带是超过1毫克。乡公所讲，清洁队员要出勤进前，拢会先做酒测，而且录影存证。这个清洁队员冇做酒测。 当时并无酒精的反应，所以初步研判应该是执勤的时阵啉酒。到底是啥物时阵啉的？甲食啉的？即卖等咧调查。还有呼吸，还有呼吸。南投信义乡公所的粪扫车狂卡桥倒头栽，车头变形密密麻麻，赛车驾驶掉伫咧驾驶座内底，20-30位救援人员替破坏结石，要拆开车门车壳，将驾驶救出来。当我们在呼叫的时候，它有做一个比较微弱的一个回应，它的位置就是在车头的后半部。车门跳拆开，救援人员把驾驶拖出来，工上烫甲送到病院。其规身躯真侪所在骨头断去，而且还有真高的酒味，初步研判酒测值超过1毫克。 先于爱国桥头撞击护栏后，冲破桥面护栏。警察调查，调伫咧车内是信义乡公所现今的清洁队员。当时执勤结束，要驶车转来清洁队时，爱驶过爱国桥，煞弄到桥头，煞来个冲弄破护栏，就安尼规台车摔落30公尺深的桥卡。现今的清洁队员嘛调伫咧车内，叫救出来时阵，规身躯真侪骨头。 等去，重要就是先进行酒测。他出车前也是有进行酒测的工作。清洁队员驶粪扫车出勤，竟然酒驾出行摔落桥卡。乡公所强调，清洁队员特别驶粪扫车出门时，一定拢会做酒测，而且录影存证。若是有酒精反应，就袂当做事。 现今的清洁队员出门之前冇做酒测，确定无酒精反应才当驶车。不过现怎回来时，会规身躯臭酒味，佮弄到桥栽落去。研判是执勤的时啉酒，若是当时啉的含上伫咧啉，乡公所含警察会佮继续调查厘清，卖该处罚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